第11章，欺骗的天平，上主厌恶；公平的秤锤，伊所喜爱。有骄傲就见笑，有谦卑就智慧。正直的人有诚实得因带，诡诈的人因为奸诈直到毁灭。上主大受气的日，钱财无路用。只有公义为救人脱离死亡。无通指责的义人，伊的路直好行。歹人会因为家己的邪恶滑倒失败。正直的人会互家己的义救着，奸诈的人会陷落家己的歹所设的罗网。歹人一死，伊的愿望就无去。伊所期待的嘛会消失，义人会当脱离患难，歹人反倒陷落迄内面。眼中无上帝的人讲话害厝边，义人因为知识得到解救，义人顺利行通，丰城欢喜。歹人灭亡，人拢大声庆祝。城因为正直人的祝福兴起，因为歹人的话倒坏。藐视厝边的人无常识，明理的人静静无出声。四过讲人长底的人，老实秘密。诚实可靠的人，藏捌代志。无好的领导，国家就衰败；顾问多，人民就安稳。甲善运人保证会受大劫亏，拒绝甲人担保就安全。好德行的负责人得到名声，聪明的查甫人得到钱财。仁慈的人家己得到利益，残忍的人家己受灾害。歹人得到的工钱是空空，亚义的政治得到的报赏才是实在。坚持公义得到性命，继续做歹直到死亡。歪曲是非的心，上主厌恶。行为正直，伊所喜爱。歹人一定受刑罚，义人的后代会得到解救。有一人水若无明理，亲像金环挂伫猪的边。义人所喜爱，最后拢是好。歹人追求的，拢惹上帝生气。人若施舍，就若好业；人若当生，就若善车。爱施舍的如丰盛，帮赞人的得到帮赞。敦节五谷毋坏，会受咒诅；欢喜袂出，会受祝福。出来做好，会得到恩惠；追求邪恶，会拄到灾祸。我靠家己的钱财，会跋倒失败。义人为兴旺，亲像青翠的树叶。惹起家庭纷争的人，什么拢得袂到。憨人为做聪明人的萝卜，义人结的果子是性命。强暴的人残害性命。义人伫世间得到报赏，有做歹人一定受报应。